想请教，因为昨天朱市长在这边参选的时候，登记参选的时候，他有提到说国民党要做正蓝，不要做小白小绿。那您怎么看这个说法呢？我们当然是正蓝。我被台独呛的时候，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吗？我说要台独去找蔡英文，要捍卫中华民国，跟着我走。不用怀疑自己，怎么会怀疑自己是小白或者小绿呢？我们就是中华民国，我们就是正蓝。小陈哥，今天启程在这边向大家报告，我登记参选连任国民党的党主席。我们当然知道未来的道路势必会充满荆棘，但是我们更相信正派承担、启动未来是国民党领导人必须坚守的价值。我更要在此向所有的党员许下承诺，我连任党主席，不但要信守5大承担，更要达成5大目标。信守5大承担，第一，我争取连任，就是要复兴壮大国民党，这是领导的承担。其次，我争取连任，就是要擦亮国民党的品牌价值，这是改革的承担。第三，我争取连任，就是要担起国民党沟通世代的责任，这是世代的承担。第四，我争取连任，就是要争取党内共识的最大集结，这是共识的承担。最后，我更坚持国民党的最大敌人就是自我的突破。国民党要挑战的对手是民进党的独大与傲慢，这是战斗的承担。借由这5大承担，我要带领国民党全面反攻。启程绝不是国民党复兴的过渡者，而是立志以无私初心，为国民党找出最强候选人，扮演国民党重返执政的造王者。因为中国国民党走过100年历史，一再再提醒我们，只有无私团结，放下自我，才能为百姓创造更美好的未来。国民党加油，台湾加油，中华民国加油！我们一起启动未来，正派承担，启动未来，欢迎！